实，才会百困会起。爱找你讲心事，初一十五爱看着你，看你心情才袂空虚。心内的艰苦爱找你讲，你着爱无比。初一十五爱看着你，看你心情才袂空虚。心内的艰苦爱找你讲，你着爱无比。有伴有无比。好，这一句我有点忘记我写什么，可是然后后面这个阿姨初初来咧春晚时阵，我感觉讲，那是一个查囡仔，那是你一撮金头毛，讲话有拢有较直接啦，所以对伊印象足深的，常常吼骹骨拢翘咧椅仔顶安尼，这对阮是这种传统的这个客观来讲，有较冲突一点啊安尼。阿姨一开始咧练习比阮搁较绵软的。连落雨天嘛，拢来客观。有当时啊，阮落雨天拢家己自动休息安尼，伊嘛是几乎逐工拢来安尼。立新伊台语讲实在无啥好，讲话无啥认真啊。毋过我就是伊拢会甲我请教，我就是尽我所了解的一寡生活中会用到台语，甲伊做交流安尼。伊若一寡新的创作创作，就是会先分享互我听，我就是帮伊听看卖讲一寡台语的用字啊、用词，甲一寡发音，听起来是毋是阮平常时会讲的安尼，甲伊做一寡交流参考。你是我感觉你真足厉害，一开始我想讲你可能做袂到。想袂到讲，一段伫咧咱中华来学北管已经有8年的时间啊，是希望讲你会当伫咧即个创作，会当有更较好的发展，会当继续来努力打拼。找理想，行伫中华的街头，定定在丢丢，经过丽春园的门口，听着声，为着梦想我搭伫这，学习北管的文化有三档我。唱着古早的歌声，苦台语。相信世情乌也会无变，无变改。坐伫咧春园的门口，听着声，找着故乡的感觉，就是这唱着传统的悠曲，敢若袂歹听。予我来唱出古早的心情。苦
少年辈伫咧写台语歌的人真侪，是讲对台湾的文化遮尔认真用心甲讲究的无几个。这毋是国政啊，伫咧讲占冠的话，实在是我一个歌迷、一个听众心内的体会。咱来欢迎作词作曲家歌手詹立馨，立馨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詹立馨。是当时对北管产生兴趣。其实一开始我毋捌北管的，我差不多伫咧7年前吧，伫咧保利表演的时阵，拄好看到我的师姐伊咧唱歌，我感觉哇，伊唱的足好听的，伊唱是唱右口，右口就是亲像小段迄种的，伊唱啥三更半夜，譬如讲这种声，我感觉哦，这足好听。因为安尼，我就想讲，我敢有法度把这物件学起来，写伫歌内底。嘛有真侪人听一节啦，厝一节啦，安尼好过啊。结果立馨毋是啦，是用性命落去浸，连续遮侪年，愈聊愈深，一定吼有真侪吸引力，互你感觉呢，足想要接近的所在对无？一开始讲实在话，我想讲我应该学2年，我就会使饱饱款款的。就转去台中写歌安尼，毋过愈学就愈感觉讲哇，北管足难的咧，因为伊的譬如讲伊的公车谱，人讲北管的哆来咪嘛，我看迄谱爱看伊写直的，而且讲的是官话，若毋是台语，我台语若无好，所以我就感觉讲要学物件足侪，我毋是干那学唱曲尔，我搁爱学迄。拍鼓啊，甲学本鼓吹，搁拍芦草，学物件足侪。你头拄我咧讲，台语甲官话，几两个咧，互阮知影讲，精差伫咧对。官话淡薄仔亲像台湾国语，譬如讲，3更半暝嘛，阮是念3更半夜，因为你迄个音若是念就焦调的台语听起来就无亲像北管话，足奇怪。北管吼，相信一定毋是干那难尔。你讲学2年，结果发觉讲伊真困难，相信毋是啦。我感觉讲我爱学到80岁。我毋茫讲我的名会使写伫咧阮的先辈图内底，真正。我感觉安尼才真正有得学，因为我的师兄80岁啊。我之前就甲伊问讲，你为虾米愿意讲甲阮分享遮的北管的迄文化安尼？伊讲我用要转去啊，我有啥物件会使互大家，我就互大家。而且因为我学北管7年的时间嘛，逐年拢有师兄师姐，也是毋管是无一定是阮的曲管，有的是别个曲管的老师，一年就会听讲一个人离开安尼走，因若是离开了后。一个人就差不多学10几年、20几年，我真正才学7年尔呢。你敢若学北管，学到写一条歌，或者学北管，真侪少年家若无亲像你安尼伫曲管咧浸的人，这条歌真侪话伊听无，爱小甲阮解说一下呢。无，其实毋哪少年家啦，老岁仔人若听无，若无学过北管拢听无。啥物是火炮？啥物是靠休息？因为迄是阮的歌界，阮的迄是专有名词啦。因为我之前咧写迄个歌的时阵，就想讲，敢有一条歌会使甲大家讲北管是啥物，这就是基础尔，北管的基础尔。所以就甲大家介绍讲，啥物是北管的公车谱，搁有歌界，安怎念，甲迄歌词念入去，搁有一寡亲像阮老岁仔人时代常常讲的，啥物金锣鸡草好小果，有诶无写入去，比如。半生活兼埋，这就无写入去。就想讲，敢有法度甲我常常听到一寡文化，一寡语言写伫歌词内底。你头拄我咧讲啊，金锣鸡草一句，安怎样解说，互人听到歌以外，佫会当安尼，佫较深入，知影淡薄啊。金锣鸡草好小果，这完整的一句的意思讲，阮大家在拍鼓的时阵啊。阮有迄铜鼓，搁有迄大草，锣是一个你若是看到一个乐团啊，伫迄庙会遐表演时阵，有一个大的锣伫边啊，阮迄锣就是一定爱拍有着，你若是拍无着吼，迄团就倒去啊，所以金锣，草就是大草，大草是讲会使插花啊，有一寡。
较花的物件。那另外一个好小果的通果，通果是你知影迄果钙安怎念，你就看你什么心情啊，什么感觉，你只要无讲，你只要卖讲是拍子不稳啊，是安怎，就会使拢会使拍呢。发挥的空间较大啦。对，因为我永远唔知影讲。啊，啥物有这版权换减卖？意思是讲，若是无钱的时阵，你学一下八卦，你就会使去庙口办仙啊，办仙就会使食一碗咸糜，袂枵死啦。即马有真侪时阵，八卦伫咧应用吼，无一定讲是庙的代志，有当时啊嘛是丧的这方面，婚丧喜庆拢有插着，甚至讲你家己写歌嘛写一条，最后一条。对，其实我做丧的啊，其实是去弹吉他，一开始无想过讲家己会去做丧的，就无钱嘛，就去小可兼职，就是是有人歌手唱台语歌，我就伫边仔弹吉他，迄时阵就想讲，我是一个歌手呢，创作歌手，结果我伫遮做丧的弹吉他，心情就无好诶，那就无自信诶，毋过看久了后，就感觉讲，其实有看到足侪就是后辈的人甲时代讲足侪心内话，有诶是有看到讲爸爸足少年就走啊，囡仔才2、3岁伫遐哭，也是讲伫遐耍，伊啥物拢毋捌。我感觉讲哇，人生的最后一场会使为着伊写这条歌，所以因为安尼我才写这条歌安尼。人生已经行到要离开的毕业典礼，厝内的人大家汇集做伙，有真侪话要甲离开的人讲。你嘛写出来，甚至嘛有迄个较好笑的，讲孝女白琴较歹。因为会写孝女白琴，是因为阮阿嬷过往的时阵，阮兜有写孝女白琴，毋过我感觉阮妈妈哭甲比孝女白琴更较严重安尼，所以我想讲，一定爱请孝女白琴嘛，所以我就把这孝女白琴写伫内底。其实我感觉讲每一首歌就是，我若是有拄着啥物问题，我会使把这写伫歌内底，亲像我家己的。小可有改善、调整迄个问题安尼，不管是我甲爸爸的问题，还是我甲妈妈的问题，还是讲足侪信用，因为真正想要写妈祖婆，就是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无信用的人诶，伫咧台中的时阵，自细汉我拢是讲华语较济，而且我就想讲，别人讲，你要去拜拜无？我拢甲阮爸爸妈妈讲，毋免啦，妈祖婆伊拢知影。恁着帮我拜就好，我着迎香对拜，所以迄个时阵就感觉对信用是淡薄仔无相信嘛，毋过真仔我是因为学八卦了后，逐工伫咧初一15啊，阮着伫客馆遐办仙，阮客馆若有一个老大妈，中华妈祖婆老大妈，伊有伫遐，阮着甲伊拜拜。一开始哦。我本来是无相信妈祖婆的，我是咧拜拜时阵，差不多5年前吧，5年前，迄个时阵足无钱哦，我咧想讲，我去找妈祖婆，甲伊问讲妈祖婆啊，我最近欠钱，我欠5000，会使拜托你保庇我，互我有5000块，会使好好度过难关无？结果我行出去的时阵，手机就响啊，就有人问讲，你敢有闲无？后礼拜。找你唱歌5000块，我想讲哇，透动啊！妈祖婆对我足好，所以我后来我就去找妈祖婆。妈祖婆，我最近欠1万块，我有啥物代志？妈祖婆，中华妈足幸的，对我感觉真好啊！所以我想讲，因为迄个时阵咧出专辑的时阵，我想讲，既然这张专辑就是我这几年的生活嘛，我应该爱甲我信用写伫歌内底，我就甲我平常时去甲妈祖婆讲心事的，写伫歌词内底。妈祖婆有灵感，有。爱过来，我哪会来给你托梦讲信女啊？看会当讲有趁淡薄来添油香无？无来再讲笑啦。我前一阵旧年的时阵，我有抽一个签梦的，因为我迄个时阵我差不多1月份的时阵，我出一支 MV 嘛，迄 MV 是live 的，开足侪钱的，一开始我足无自信，我想讲我无公司呐，我若无钱。敢真正要翕这 MV， 就是月娘迄条嘛。月娘甲古早的歌声，我伫丽春园，阮学八馆的迄门口遐，我就想讲，
我敢要翕这 MV， 开足侪钱呢啊！毋过我着去问妈祖婆，问妈祖婆，我着问讲，妈祖婆啊，我是想要翕 MV 啦，毋过我真正无钱，啥物拢无，若拢无人敢要翕。毋过我有问过我的乐手，因讲伊11月3号是有闲的，你感觉好，就互我一个圣杯，伊就互我圣杯呢。安尼我着爱开几十万吗？我就无自信的，我得甲妈祖婆讲，妈祖婆啊，你若是吼，感觉讲11月3号会使翕这 MV 吼，会使互我抽一支签无？你互我圣杯，我着抽签嘛，摕起来我硬去，我看到签王面顶就是后面最后一句爱抽那个要添香火啦，对你头拄仔讲的。八卦不是大家所想遐尼简单，把小可哆来咪当作家己会晓。你敢知什么是鱼有意？先来讲，着爱会记你北管的讲册谱，上讲册，上册册流讲册，上册上册讲翻流有意。上讲册讲，先来讲，着爱会记你北管的古界，矿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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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讲介意爱食花炮，搁来介三站山，矿矿洞矿，矿矿洞矿。为着理想。搬到彰化，学八卦不是戆人所想遐尼简单，不是戆人所想遐尼简单。前路加草甲好小哥，大草随在你插，高第三个七彩拍，先来陪跑，搁来靠休息，300年的文化，不是我所想的。手刻爱记你对歹的板料。不是讲人所想遐尼简单，不是讲人所想遐尼简单。板是正歹，料是后板。我八卦，我八卦，我八卦。板料，板料，板料，板料。先来讲，火炮是定定用的古界，是起头嘛是。想买，先来讲有闲来食，摸拖就会晓。古炊是大厨矿市矿市矿啊弄到起啊弄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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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草甲好小哥，大草随在你插，高第三个七彩拍，先来陪跑，搁来靠休息，300年的文化，不是我所想的遐尼简单。朋友听嘛，知影讲立新的歌声真特别。毋过吼，食这道饭是足慢的代志，对无？对。一开始我其实无想过要做歌手的，因为细汉时阵我有我是目睭斜斜的，差不多在25岁时阵，我才
有去做手术安尼，嘿啊，这小可有较袂讲足无自信安尼啦，嘿啊，因为较早的时阵就想讲，哇，这世人应该无可能会做歌手吧，因为除了讲是目睭斜了后，因为阮爸爸妈妈若讲，啊，你就是找一个正经的头路，啊，就好好做工课就好啊。因为我若唱歌，伊想讲你搞毋才安尼，想讲为虾米会使逐个月有薪水领，安尼毋是真好吗？伊是安尼甲我讲。毋过我想讲人生嘛，逐工拢是无共款的体验安尼。我重点是应该是讲重点是爱互家己欢喜。会变做歌手是差不多伫咧安尼几年啊？哦，足久啊！要10年啊呢，10年前，10年前我有去环岛台湾踅一个，因为迄时阵我逐工拢做工课做到半暝，啊，我就想讲袂使，人生无法度逐工拢安尼一直工课，我就甲头家讲我想要休困30天，伊听到30天，伊硬去，伊甲我讲30天。啊，是要创啥？你要行路嘛？我讲无，我要开车。伊讲30天你要开车？我讲对。啊，伊就问我讲，敢有法度休困2礼拜就好？我讲你若是要互我休30天，我就莫做。哦，足歹，足歹，对。啊，结果伊就想讲，哇，伊无法度呢。所以伊讲好啊，伊就问我讲，你30天到底是要创啥？其实我这人足倔强的嘛，我甲伊讲，30天我想要摕我的吉他去换食饭。嘿，啊，我30天安尼会使换60顿安尼，因为我甲伊就抓，所以我就开始去环岛嘛。迄时阵是差不多6月的时阵，啊个就台湾安尼踅一年，啊，逐工就问讲，我今仔日譬如讲我明仔载要去台北好啊，啊我正就问迄人客讲，我明仔载要去台北。恁敢有熟识的朋友会使互我换？你叫伊请我食饭，安尼我唱歌互伊听安尼。嘿，啊，我伫台湾踅一年，踅一年了，我感觉讲，我人生亲像会使唱歌呢。嘿，我就开始讲，啊无就来做看卖，做音乐。嘿，天龙讲吼，台湾社会对少年人追求梦想这件代志，用个讲，真侪人拢是真支持，啊嘛真热情。对，这个。60顿30天的中间吼，一定有真侪，互你原来即摆想起来个感动的代志。比如讲，我第一天出去的，第一天的头一顿换食饭的时阵，我有炸一台足细台米色，炸去遐，就还未开始唱哦，迄台就歹去啊，硬去，我歹去啊，结果台口有一个大哥，伊就雄甲我讲。妹妹啊，你要环岛啊？阮兜有一台，我借你。我讲那只好。啊，我就甲伊讲，你迄台我若是伫花莲遐歹去安怎？伊讲无要紧啊，歹去就歹去啊。因为伊讲伊无用，结果迄台真正搁伫我遐，足侪年啊，搁会使用。伊讲伊用袂到，伊就安尼借我用安尼。对，我感觉其实台湾人足趣味的啦。你譬如讲你问3间。问三间的店嘛，你问讲，头家我唱歌互你的人客听，你请我食饭好无？通常是第3间就讲好，嘿，而且我若感觉讲你家问代志吼，爱互伊选着，莫讲你要互我换无？你用卖还是卖的时阵，你人个讲我卖，我要做工课，你若是讲用选着，譬如讲我就摕我的钱互伊看。我有炸钱哦，我有吉他，你是要看我要互我唱歌，还是讲你买，安尼我就甲你买物件。伊讲好，因为安尼就较相信我。迄时阵我常常就讲，我感觉一个人出去安尼唱歌，其实足欢喜，会使做家己感觉是足欢喜的代志啊。有一个毋哪一个，差不多常常有一寡人客啊，还是一寡朋友就甲我讲。你毋那这30天会使做家己，你转去哪会使做家己？就因为安尼，我就感觉讲，应该爱小可记录一个这故事啦。毋过因为我袂晓，我袂晓写册嘛，我想讲，无我出一张专辑好啊。所以因为安尼，我就开始四界去唱歌，就问讲，我若是要出专辑，敢有人要买？一张专辑300块安尼。
都有人豆豆啊买，啊，迄时阵用差不多年半的时间，有600块专辑的赞助安尼。对30天一直到未来要搁继续保持，有法度讲写新歌、发表新专辑，这也真需要一寡决心。因为本来30天出去巡回，你是唱别人的歌。无我迄30天拢唱我家己的歌。安尼哦，就已经开始写歌。无迄时阵都差不多写半条，无完整啦。啊，毋过会使互我度过我每一段拢唱差不多40分钟，7条歌。嘿啊，我着毋管是臭豆腐啊，还是讲火锅啊，共款，我拢用共款物件换安尼。先写出来专辑的对吧？拄啊40分钟尔，袂当搁加，袂当搁 encore 啊。系啊，就是安尼。其实无想过，我迄个时阵是出第一条专辑，你想听到的那些华语的专辑嘛。专辑出来时阵，其实我感觉迄张专辑无好，因为我无公司嘛，啊我若无制作人，啊阮拢甲朋友安尼家己耍耍的，啊落伫歌内底，无亲像专辑啦，较亲像 demo， 嘿，所以讲迄个时阵有淡薄硬气，想讲哇。因为安尼，我想讲，为着爱感谢遮互我赞助的600张专辑的朋友，我应该爱家己的音乐搁较丰富的，啊，敢有法度做较好的专辑，为着因遐600张专辑的赞助，就是安尼开始去把关感是。嘿，就是我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想讲哇，真正无甘愿的，我想讲哇，这张专辑亲像 demo 共款啊，感觉足歹势，嘿啊，因为安尼就拄啊好拄着迄阮北管的师姐伫遐唱迄右口嘛，就安尼我想讲哇，这真正足好听的，我若是学起来写伫歌内底，应该若袂歹哦，啊，毋过敢有法度学我毋知。啊，结果行一步就足大步啊，转来的路就变这个形体啊。无，因为我知影我台语无好，啊，因为我就足烦恼讲我台语写无好，啊，别人听着会怪怪无，所以我写一条歌，我爱问4个人，一个是我的师兄，少年的师啊，伊比我较少年，啊，毋过伊自细汉拢讲台语，伊定定甲我讲，哦，你减一个，你爱问，啊，你爱啥物，爱较开的，爱鼻音，啊，啥物拢有啊，我就定定，因为安尼我家己写歌了啊，我第一步拢会先互伊听。伊拢是我第一个听众，是阮北管的迄师兄，啊，伊听了，伊甲我讲，哦，阮袂安尼讲诶，会安尼讲，阮中华安怎讲？我就因为安尼伊的意见，啊，就改这歌词，啊，改了，我就问一个是做台湾老师的朋友，嘿，伊就帮我看较文的词，会使小可改一下，啊，毋过有一寡开口，佮想讲，敢有法度找一寡较传统的，啊，我佮问迄 MCJJ。志杰老师，伊是软剧团的顾问嘛，嘿啊，就甲问了，个最后一段，最后一关啊，就是问迄米青老师，就是台文所的教授，师大台文所教授，就甲伊问讲啊，另外迄字啊，安怎写啊，是写伫咧歌词本内底是上重要，但安尼一关一关，我感觉哦，一张专辑做了，我亲像咧读研究所呢。我伫录音进前，我就会先甲老师问过。我问讲，老师安尼讲好，譬如讲有一条歌是看老咧，心内咧噗噗跳嘛。你若是教一个人啊，心内咧噗噗，我本来是讲蹦蹦跳，啊，阮妈妈讲阮会讲蹦蹦跳，啊，后来刷来就是迄米青老师就甲我讲，免咧，阮袂讲蹦蹦跳，阮讲噗噗跳，还是噗噗跳会使。啊，因为安尼，我的录音进前会改，所以阮的制作人啊，屁啊，其实台语若无真好，阮两个拢咧等讲，老师讲我要录音啊，啊，这句话到底是安尼讲，敢会使？我是足烦恼的，啊，大概就是要录音进前讲，哦，老师讲安尼会使，阮就入去录安尼，而且是感觉，亲像咧读册同款。
讲，找讲讲，找讲啥？听讲，阮阿公是一个总铺师，伊真出名伫咧迄个年代。听讲，阮阿公是介厉害，名文是大家拢知。透早出门就无闲在办桌，逐暗伫庙口伫加鼓，含你无缘，这敢是注定？我透早出门就无闲为三顿，逐暗伫庙口伫学歌，无缘的阿公你敢知影？这是你查某孙的生活，有时嘛真烦恼，有时就看运命。这是你查某孙的生活，有时嘛真罕慢，定定嘛学袂晓。阿公，你敢知影？你的查某孙是真打拼。阿公，你敢知影？你的查某孙是真打拼。讲找讲讲，上找讲，讲找讲讲，找讲啥？透早出门就无闲在做菜，逐暗伫庙口伫加鼓，含你无缘，这敢是注定？我透早出门就无闲去唱歌，逐暗伫庙口伫学歌，无缘的阿公你敢知影？这是你查某孙的生活，有时嘛真烦恼，有时嘛该请赢。这是你查某孙的生活，有时嘛真罕慢，定定嘛学袂晓。阿公，你敢知影？你的查某孙是真打拼。阿公，你敢知影？你的查某孙是真打拼。阿公，你敢知影？你的查某孙是真戆胆。阿公，你敢知影？你的查某孙是真拼命。阿公，你敢知影？我所在你深开始咧学八卦吼，学甲真艰苦，对，学甲安尼，就想讲明仔就莫去啊，对无？其实足近的，台中到中华足近的，我会使伫咧台中啊，逐工开车去啦。啊，毋过我知影我这人足贫惰的，我若是落雨天，我就袂想要去。啊，因为安尼我想想，我规搬来中华，因为安尼我就足认真，逐工拢去上课安尼。决心呢？嘿，啊，毋过去上课了后，足认真学，差不多3个月，若是听无呢，看无呢，迄估计是看无的。迄因为指挥啊，拍搭个的，伊手势啊，我想讲哦，过大赌矿懂矿，哎哦，想讲应该会使吧。啊，结果伊规个动作，规个连做伙的时阵，佫硬去，想讲头拄是拍啥，我毋知，真正足痛苦。我想讲，我学这真正敢有效，嘿，啊，毋过差不多第1年的8、9月的时阵，小可有进步，就是手曲。一开始手曲我是有试看卖讲我哪后手较悬嘛。你莫看安尼输兄输姐，其实伊毋知安怎教手曲呢。迄输姐人讲，你着嗨啊，你着记啊，较悬呢，较悬。对咧唱。嘿啊，你嗨啊无我真啊叫你嗨，你敢有法度？较悬的，足尖的。因为伊毋知安怎教嘛，所以阮着家己试。一开始哪后就无爽快，毋过差不多头1年差不多伫咧9月的时阵，我着小可有掠着一寡美感，家己雄雄有想有啊，因为着听迄radio嘛，
毋是 radio，就是听录音带啦，听较早录音带，迄阮就听了后，就试看觅讲，哦，感觉迄个声亲像喙仔较开的，啊声爱较头前的，啊受较悬的安尼，啊，就小可试的，啊有较进步啊，因为手气有进步，所以我才留落来。我若是无进步，我第一年一定放弃。浸啊，对浸落去了后，一定慢慢会去体会讲，这中间趣味的所在伫倒位。咱嘛知影讲立新单语大，安尼台湾社一年的过程中，可能爸爸妈妈就加减会烦恼啊。啊，佮听到你去学北管，敢会安尼愈甲你动？其实因无法度甲我动，无法度。我迄个时阵，应该说我迄个时阵死头落的时阵，因就想讲，哇，你安尼敢好？嘿，因上烦恼，因上心疼的是迄我的年底奖金呢，因为我无领到，我就走啊。伊想讲，啊，你哪会无爱小等一下，甲工课，佮做到年底，你迄奖金摕了，我想，我甲伊讲，我感觉时间吼是愈来愈少。啊，钱佫趁得有啊，我就安尼戆胆，所以我身躯拢无钱，我就跑去种花。对。嗰阵啊，听到你咧写妈妈的歌，嘛感觉讲妈妈过去嘛是一个真勇敢，会当试验做侪代志的人，对吧？哦，我妈妈，我感觉足认命，我感觉，因为伊是一个一世人做足侪代志呢，伊有去卖鱼啊嘛，啊，佫有做头毛。啊，伊若是妈妈，啊有伊刷来，佫有做一寡去鱼市场遐，毋知做一寡工课，我毋知啦，就是兼足侪工课的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哇，啊伊这世人拢是为着别人，啊毋知讲有想过家己，而且伊差不多伫咧12年、13年之前吧，伊是变做机身。嘿，是乌面山嘛，甲太子的机身安尼，开始咧，甲生命服务。嘿对，我想讲，足恐怖的。我迄时阵是足烦恼的呢。我想讲，阮妈妈是互人骗吗？还是讲妈妈是变诈骗集团的呢？我感觉就毋是哄骗，就是去人骗啊。我迄时阵一开始是无相信这啦，系啊，想袂到过了遮尔侪年了后，我家己若变妈祖囡仔，啊学北管，若常常出阵嘛。啊，有一天我出阵的时阵，我就看到一个机身啊，互差不多13个王爷，安尼伊就上身退价，迄个向起动，佮退价，起动佮退价，足忝的呢。我看过了后，我想讲，伊若是这若是假的吼，啊边的人迄拢相信的人，啊毋得拢是互人骗的。我想讲，若是要了解阮妈妈，我是毋是要甲阮妈妈问代志？所以我就甲妈妈打电话，我甲伊讲，妈，你后礼拜有闲无？我想要甲你问代志。想讲安尼，因为我有伊开始做机身了后，我毋捌甲伊问过代志。我甲伊讲，因为我要写一条歌互你，所以我就甲伊问代志安尼。啊，毋然我知影讲，伊本身心灵降价的时阵所讲的话，也是所表现出来的情形，你原来有甲采录伫咧歌内底。迄是连歌啦，因为一开始我毋知迄啥嘛，我感觉讲原来阮妈妈起动的时阵，乌面山嘛起动的时阵，伊就唱一段足好听的连歌，啊我讲哇，这哪会介好听，我敢有法度甲这录起来。啊，迄个时阵已经是妈祖婆，我就甲妈祖婆问讲，妈祖婆啊，我敢有法度甲你这歌声录起来，放伫我的专辑内底。伊就讲好啊，我就客讲好。哦，那只古水。我讲好啊，安尼我就甲伊录起来，录起来了后，我就甲这旋律啊写伫咧写互妈妈的歌内底，月娘迄条歌。啊，毋过因为妈妈迄袂使讲妈妈迄乌面山嘛，迄灵歌真正是足好听的，所以我然后放伫咧专辑内底。啊，本身慢慢演变做月娘这条歌的形体的时阵。毋是干那讲针对妈妈一个人尔，有真侪朋友，大家都活来啊。包含讲，原来有唱客话足好听的歌手，家己做伙搭合。包含你头拄仔咧讲的，屁啊，伫即个制作的过程的用心，捏到讲现场演唱，哇！有看到迄支 MV 的朋友，大家拢感觉，互恁歌声真感动，
迄个时阵在写《月娘》这条歌，本来是无刻意的，啊，毋过就是制作人就讲，立新啊，你的歌吼，拢差不多写做安尼啊，一个人唱的拢差不多写做安尼，啊，就想讲无步啊，敢有法度无共款的火花无？啊，想想伊就拄好拄着迄陈飞嘛，啊，伊就问陈飞讲，我这有一个歌手，啊写台语的，啊你敢有兴趣斗阵安尼？啊，伊就听了讲好啊，啊伊就写刻意安尼，我感觉足够追的呢。因为一开始阮拢无想过这条歌会变做安尼，啊，就是亲像一个疼惜妈妈的闽南语的囡仔，甲疼惜妈妈的客语的迄囡仔，啊，两个人就写做一条歌，拢是想讲茫讲妈妈会使互家己一个会使休喘的所在安尼。饲粉鸟的你，定定讲，粉鸟不管是天边海角，也是跋山过岭，永远拢知影。转去的路，安尼歌应该是一只。错无路的鸟啊，冷冷的北风是粉鸟思念的日子，也当平安到厝来，是咱拢梦的代志。亲像离到暝的暗时，大家团圆，欢欢喜喜。有一阵仔，我无爱踮厝内，想要离开迷阮偷开的日子。即摆我大汉啊，才知影人生百百款的问题，毋是大家拢知影。要安怎做一个好老爸？敢会使莫搁讲，予咱拢后悔的歹话？成功也是失败，成功也是失败，成功也是失败，身体上要紧，成功也是失败。思念的日子，会当平安到厝内，是咱拢梦的代志。亲像离到暝的暗时，大家团圆。成功也是失败，有啥物意义？成功也是失败，敢若一出戏。成功也是失败，身体上要紧。成功也是
是失败？是算什么成功，也是失败？有什么意义？成功也是失败，敢若一出戏。成功也是失败，身体上要紧。成功也是失败。到暝的暗时，准备行李，要拜祖先啊！你的头鬃是啥物时阵？白苍苍。成功也是失败。阮来担。立勋的歌，互国情啊真感动，因为台湾歌有一寡特色，咱爱讲究。你像讲旋律甲歌词爱教吧？我在写台语歌的时阵，我拢想讲是先互歌词写出来，啊，我着想讲伊安怎念，啊，我着为安怎念去想迄旋律，嘿，所以无差真济。有影啊嘿，尤其立勋所有写的歌词，其实拢是真侪要讲互亲近的人听。写互妈妈也好，写互爸爸也好，歌写出来了，你一定拢有报互当事人听着无？一开始我写爸爸的歌的时阵，因为比如讲我甲伊冤家啊，安怎，毋过感觉即仔的歌词已经小可较好啊。一开始的版本哦是就较直接，嘿，啊毋过即仔的版本是较好的。啊迄个时阵要录音进前，要确定要用即个歌词进前，我有先唱互爸爸听。啊伊听了后，伊若无生气，我讲哦安尼会使。伊若是会生气就袂使啊，因为这条歌是要全世界拢会听有的嘛，啊，我着写了后，我着唱互伊听，啊，伊听讲伊敢若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啥物成功也是失败，伊讲一定爱成功好无？伊是安尼讲，啊，妈妈我是有互伊听，啊，毋过妈妈着若无讲啥，妈妈着想讲哇哦，这查某囝有写一条歌互我安尼，因为爸爸写一条，妈妈就爱写一条，公平嘛，嘿啊。爸爸是传统的台湾的学倒裤呢，一定要成功。无，阮爸爸是七分教的，嘿，啊，所以伊就感觉讲，就是爱赢，就是较特别啦，伊个工课较特别。我嘛相信讲，这几年啊，立勋有较侪表演的机会吼，所以妈妈也好，爸爸也好，应该愈来愈看重你伫音乐这方面所行的路，甚至你敢有哪捌加减去听到因咧甲人评讲，阮查某囝是歌手，即摆歌原来唱了袂歹，原来有观众。拍者我家有没有卫生纸？对，我可能需要书画。对，我要阮爸爸破病啊。对啊，这几工啊，伫咧病院。对。我袂记你问啥。有时啊，因呢，甲人炫耀对无？哦，会啊，会啊。伊会甲别人讲，这是阮囝的歌，这是阮查某囝写的歌呢。对。因会开始讲，因为伊来看我的表演时阵，伊就感觉讲，哇，原来我的查某囝写的歌是遮尔侪人有咧支持的，啊，而且我
因看了演唱会了，伊就甲我讲，哦，恁张公阿张，伊讲你阿张讲你唱歌足好听的，阿公若讲你唱歌足好听的，我想哦安尼就好，对啊。其实一开始因就想讲我唔搞，唔才安尼，为啥要做音乐？讲这工课是无趁钱啊，因来烦恼。啊，毋过即马我就是做这个代志，我家己搁总差不多120万，做迄拍 MV 嘛，印 MV 啊，做宣传安尼啊。因就感觉讲，哦，其实我已经大汉啦，而且因为我若无啥开着因的钱，所以因若无法度甲我管，所以因就感觉讲，哦，开始就想讲，哦，有啦，伊感觉讲我唱歌就是我的工课。咱嘛知影讲，这个工课第一，咱家己爱快乐。爱满足才有法度做会久，爱感觉讲有信心、有热情才有法度保持。不过吼，这个中间我嘛爱请入心，感谢真侪无熟悉的贵人。我感觉真正足好的呢，因为我有的人可能干那看我一届表演尔，有当时伊就雄雄的甲我讲，我想讲要甲你赞助，几万块、10万块还是安尼。不管是可能500块、1000块，还是偌济，不管偌济偌少啦，我感觉每一个拢是每一个人的心意安尼。我是感觉讲何德何能？我是一个无公司的人，不过是足侪人甲我支持。其实我感觉哦，我会使一直继续行，继续讲拍拼，会使写家己想要写的歌。应该因介意的人，有的人是介意讲，看到讲，我为什么会使做音乐坚持遮久？有的人是讲，你会使宣传一寡文化、传统的文化呢，伊若感觉讲足感动的。我有当时有讲，我其实若无创啥，我就是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尔。系啊，因就甲我安尼豆豆支持安尼，就互我一步一步行到即嘛。毋则讲。这人不是讲甲咱无亲情的关系，无血缘的牵连。不过真正经过节目中，我嘛真感谢甲入心同款的心情，听通国情啊，听通入心，所以阮才有法度继续向前行。但是我这个人一向正经的话讲3句，笑话爱讲7句，所以入心这间姜即马2条已经拆起来，有人寄付啊。哎呦，各位了，真啊嘛已经贴起来。有朋友讲，伊感觉我家己就是家己的土地公呢，哎呀，家己世界种钱安尼，安尼是讲种钱嘛，对，有人赞助啊，家己起庙。对，这个人名，咱就爱甲刻在庙壁。有人讲卖写我的名，卖讲我的名，有人惊讲，互人知讲伊会甲人赞助。跟他赞助你，根本无赞助我咧。但是真正爱甲刻在咱的心肝啦。真正就感谢。今日来开讲真好，阮嘛用真正足诚意的心情，期待讲你一个接一个台湾歌的好作品，一直发挥，一直来这一言的少年家继续感动。你今日有心来到心所爱歌节目现场，我咱何富清特别邀请伫咱的镜头前。甲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引导，互阮对你表示尊敬的一个手印，你很请。你很请坐，来，咱遮坐。感谢今日来甲阮讲心事，相信期待转来的路也是会愈来愈开阔，继续写好听的歌，期待慢慢愈来愈大的舞台。入心会当去到面顶发挥，为着台湾这传统的艺术，为着咱的北管，为着咱的台湾歌继续拍拼。多谢入心，谢谢。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谢谢。其实坦白讲。